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1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总统 Trump 的对顶关税和法院裁定违法 ，Trump 佫随签署新命令，要甲全世界佫加扣10%。昨暗台中地上有一个查甫人，若像是食酒醉倒伫咧田里，佫偷驶警察车逃走30公里，警方开2枪阻挡。新疆找5收假的车顶真惊人，早起雪山崩坑就塌6公里长，国道1号、3号就绑嘛无解好走。全世界拢在关注的美国总统 Trump 的对顶关税敢有合法？结果总算是出来啊！联邦的最高法院20裁定违法，甲这全世界已经扣去的1750亿的美金，敢要退倒回来是引起关注。Trump 表示讲，对法院的判决真失望，甚至佫随签署一个新的命令，要甲全世界佫加扣10%的关税，而且已经达成协议的嘛爱踏10%起哩，3天后就要开始扣。联邦最高法院9月大法官21-6比3的票数裁定，川普未当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扣关税。美国的宪法明定，扣关税权力是属于国会。因若1977年制定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根本无讲到关税。就伫总统认为国家面临着异常而且严峻的威胁时阵，会当调控进出口。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伫意见书内面讲，总统无权力单方面伫咧总量、期限甲范围上无限量的扣关税。行政部门有权力规范，也毋过未让家己认定法条内面有扣关税权力。专门伫咧北京的记者会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伊讲最高法院有一寡人受到外国利益的影响，甚至用正粗鲁的语言攻击大法官，讲因无爱国，对宪法不忠。也宣布要签新的命令，引用美国从来就无启用过法条，1979年无一法第122条，要伫即马扣的上期关税基础上，另外搁扣10%的全球性关税，按算伫3天之后开始扣。北京的官员讲，希望进前已经甲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以后的关税也该适用新的税率。We're going straight ahead with 10% straight across the board, which was the absolute right to do. And that's taking place. It's a lot of money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最高法院的裁定也等于是讲，1750亿美金的关税就要退回去。川普是回应讲，拍官司正开时间，上面可能要用5年的时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讲，这对每一位美国消费者的老爹来讲，拢是一场胜利。Trump's tariff tax was illegal, and the courts agreed. And let's call these tariffs for what they are, a tax on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tariffs that Trump imposed a year ago that the courts knocked out, and the tariffs he's imposing now are all taxe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raising their costs. 最高法院这个裁定，和市场预期关税成本将会降落。美国股市4大指数全部拢起，但这年 ADR 大起2.82%，零售类股的公司开始甲家己股票股买回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Trump 的对顶关税和法院裁定违法，这场官司是12个州政府，也有美国国内中小企业甲9000间韩国企业提起的。这个业者是强调讲，因提告毋是要甲 Trump 作对，是认为这对顶关税无合理。即阵法院判决已经出来啊，业者就呼吁讲，甲因加扣起的税，赶紧退还互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对各国扣的对顶关税违法。因为这摆官司的原告除了奥勒冈州、纽约州甲阿里松纳州这12个州政府，也有最近中小企业甲好事多这9000间的跨国企业，因除了主张总统斡权关税违法以外，也要求要退还上7亿美金的关税。将判决结果对美国中小企业也是两间有名的七头面，也有较旧的厂商 Learning Resources 甲 Hand-to-Mouth 的执行长沃尔登伯格来讲意义重大，因为伊是这个案件上个主要原告。沃尔登伯格讲，伊其实无支持也无反对川普，也希望川普伫任内会使尽伊家己上大努力来做代志。也毋过关税无应该是政治的问题。I had to have a defendant, so we had to have someone to sue, and we sued the head of the government. And we sued other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too, is really just to establish our case. But what I was afraid of was not retaliation, because I'm not attacking a man, I'm attacking the unlawful application of law.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无授权美国总统有扣关税权利，而且川普的关税政策无经过国会批准，也已经超过总统的权限。沃尔登伯格讲，川普的对顶关税对于公司来讲已经造成混乱，甚至乎真侪员工做效率无关的工作，互因对原本专心公司安全发展，变做即阵只用的求生存利益。In 2025, we paid just over $10 million. That led to an effective tax rate, federal, state, plus IEPA, of over 100%. Make a dollar, pay more than a dollar in taxes. 专家分析，最高法院这样裁决可能对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联邦政府可能需要推行已经被选过无效的关税款项，也为着让公司再恢复正常运作，沃尔登伯格希望政府赶紧退钱。另外，这个官司也凸显私营企业对认为联邦政府的政策超过法律范围的时阵，应愿意挑战政府的决心。高市新闻，新乐配编译。新正初五，全台湾拢真好天，早暗较凉冷，出门都爱加扎一领衫。这后日就要开工啊，受假的车阵是真惊人。早起雪山磅空都已经踏6公里长，国道1号、3号就北嘛无介好走。车一台刷一台，排甲路长。国道5号头城交流道早起9点外就开始塞车，上北启动交流道移控管制了后，雪山磅空头前也是塞差不多6公里，车侪真歹行，可能会一直塞到半暝。高公局估计国道1号甲3号上北的路段，尾暗之前车拢会真多。因为大家也可以利用台61替代国1、国3，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可以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呢可以改走台74以及国4，宜兰往台北地区可以改走台9线。春假即要结束，各地日时温度开始回升，不过透早会较冷。苗栗有一寡所在透早10.5度，台南市嘉义透早也只敢11.1度。气象署讲，拜六日时各地高温有可能会到25度左右。南部会到30度，早晚会较冷。礼拜1、礼拜2，西半部地区大致上来说，日夜温差都有10到15度左右，所以早出晚归要特别留意，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因为后礼拜开工了，天气小冷变化真紧。星期二是8日暗，会有第一波方面，到27还有第2波方面会来。228连假，除了面风的所在会落雨，各地天气拢是受到河南喷火气影响，无啥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来看，昨暝台东地上是有一个查甫人，那像是食酒醉倒伫咧田里。这警方来处理，这个查甫人唔但唔配合，佮偷驶警察车逃走，沿这台高线走尾30公里，警方开2000架阻挡。落尾这个嫌犯是失去控制，弄到另外一台车才停落来，造成3个人受伤。轿车车头车尾拢甲烂糊糊歹了了，驶车坐车人看起来拢真艰苦，风光就2层，也造成事故竟然是一台警察车，相关车头拢歹了了，警士顶下落落来，就知影当时弄甲真大力，也过驶车人毋是警察，是一个偷驶走警察车、啉烧酒醉的人。代志经过是20暗时，这查甫人烧酒醉倒伫台东县地上乡的田内底，警方接报到现场处理，伊却是无愿意配合救护，被也趁警察无注意时，甲停伫路边无熄火的巡逻车甲伊驶走。开走了！车被他开走了！车子被开走了！完蛋了！当时嫌犯一路沿大高线一直驶30公里，警方一路是126，也开2000，想要甲动落来。被嫌犯伫卑南乡当上救护军，家己弄着小客车，造成嫌犯在内总共3个人受伤。本案因员警执行酒醉入岛借护勤务期间，涉案男子趁隙驾驶巡逻车逃逸，本分局深切检讨。该案交通事故3名伤者已全力协助送医救治。对着嫌犯家己驶警察车造成事故，关山分局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调查相关的责任，并且全面来检讨昆布的流程甲车辆管理的机制，避免相关的案件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高雄的轻铁，昨暝是发生事故，有一个游客去普吉佚佗，无注意到列车经过怎撞过，去互列车弄到着伤。事故也造成列车停要半点钟。济公街因为我高雄的北里甲轻铁，将个找死汉游客真多，也过看到落去一台轻铁自北里大义站方向驶过来，抓向强动来，因为有未成年游客下过铁轨路被弄掉。柯姓少年徒步穿越行人穿越道，
因未注意轻轨列车经过，不慎与列车发生轻微碰撞，伤者意识清楚送医。全案肇责将移由本局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车门开开，游客赶进来，这件代志造成列车就要停来搜证。车内底空调冷气拢关起来，真翕。大家伫车内底等20分钟才落车换车，无啥欢喜。迄人车足受气的，这讲啊无要开啊好，内底空气足歹，人多，空气足歹，车门开开叫人落来。列车是停在站间轨道区，无充电状态。依照 SOP， 停等时间较长的时候，会先关闭空调，以保留行车电力。后续评估事故无法立即排除时，会进行清车。警队因为有人行过铁架路，或者是下过时阵发生事故，唔是第一遍。因过伫咧现场，车要来进前，林行道两边红色的警示灯拢会都提醒大家。人大家都冇咧看火咧倒，火咧倒的时阵就袂走过啊。平常这里就有亮灯，那都有声音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好。民众讲，轻铁沿线拢有相关的警示，行路的人爱家己注意灯号。好佳在被弄到的游客，即敢小可刺伤，不过也是算违规。除了依照大众责任法改法，警方也依照违反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加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第13线苗栗3期的八公仔溪路段是当咧做太阳能板的工程，所以因为是标示无解清楚，定有人把这车驶入去机车道转卡掉咧。民众食罚单就感觉讲真冤枉，认为讲应该加强标示。这台车驶入来这条车道，也毋过敢若无看到边个标示，也是一直驶入去，尾也骑伫车道，车身斜斜，无倒出去，也无倒退后。20民众看到这款的情况，甲翕落来，放伫网络，警方也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来解开罚。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有不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之指示者，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这是第13线苗栗3期八公溪路段，也就是火焰山登山口停车场的北边。年节假期行出的车辆真多，加上当地是瓦郡国道1号的3期交流道，来往的车真多。也过经过这个工地，袂少车因为路况无适，开到高架桥卡才发现讲这是机车道，赶紧把骨提出来。现场保全讲，这几天拢有相关的情况，只好尽量提醒驶车人。也有当地民众讲，当地正伫进行太阳能发电板的相关工程，不过因为工区的设施伫大路顶面，现场的路标示也无清楚，互真侪驶车人无法发现来应变。他蛮不清楚，因为我早上过来的时候，其实我准备要开进去，对，完全看不到那个车那个告示牌，然后是因为刚好这边有一个大哥就是阻止我开进去，所以我才整个把苦。我觉得那个标示可能要往前一点点，比较我们用路人比较看得到，因为如果这个警卫他不在的话，我就直接开进去了。官府讲，除了会通知施工单位改善工区的警示，也会找时间来回勘，加禁止行去机车道路的标示建议来改善，避免相关的情况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东澳粉鸟拿这几档是真清，游客去耍水的时阵，煞是定甲做事的渔民起冲突。所以讲，官府就预告讲要限制当地耍水的活动，经过航道的时阵是爱赶紧通过，袂使停伫咧遐。也若特定的时段，嘛禁止伫咧保育区活动。生存的游客甲巡守队发生冲突，宜兰东澳粉鸟拿必备景点的海峡，这几年青红真侪著名的观光景点，有真侪人来遮耍水上的活动，不过也常常发生冲突。官府最近有个要公告，限制禁止当地水上活动。保育区内的航道以及保育区核心区内从事水域游憩活动的范围、时间跟种类进行相关的限制。照官府公告的内容，针对当地航道要求水域游憩活动就要快速通过，袂当停留。常常发生冲突的水产保育区核心区，每年4月16到10月30日，早起6点到暗时6点，禁止拖背线、水上奥多拜。若是违规，会当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处罚。
阮要拿秘密景点海沙堡公部门一直伫咧做楼梯的观光设施，就算是冬天淡季，也是有真侪游客来遮拍卡翕相，也有真侪人来耍这些的游憩活动。对县政府有高公告的内容有无共意见？如果你说航道它要进入的时候有规范哪一个时间点规范以免呢根据这个时间点可以避开风险那禁止水域活动的话是没什么道理的啦，这一点是我们比较认为不合理的部分。当地渔民认为这份公告就敢若是海上的交通法规，会当维持海上的秩序。不过，开放这些联盟认为，当地水产保育区的保育目标拢伫咧海底，唔是伫咧海面，禁止海面上的这些活动无合理。县政府讲会收集各界意见研究，伫咧有共识了后，相关规范才会正式公告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初五开市迎财神，中华鹿港的福德寺绕境祈福，是由老家的素兰镇、德古镇，也有学生囡仔组成的好夜镇，保庇各行各业开工顺利。锣鼓声闹热滚滚，学生仔扮做古水的虎仔造型，跟虎爷桥伫工场内祈福。正月初五伫民间习俗是迎财神的日子，中华鹿港福德寺举办迎财神绕境活动，有素兰镇、德古镇、西镇、济镇头闹热气场。其中上城人目的，就是学生仔组成的虎爷镇。我会把轿子扛起来，祈大喊发财啦，发财啦，也会送点祝福给大家。轿子其实很重，但是我们大家会互相加油，互相鼓励。好爷的意思，用台语来讲就是好爷，嘛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大汉钱安尼。庙方表示，虎爷伫民间信仰内底有招财、加钱、守护的意思，因逐年拢会举办迎财神的活动，祈求国泰民安、各行各业开工顺利。到今已经有780年的历史咯，嘛和在地学校合作，互学生办做古水的虎爷镇，沿路绕境祈福。福德寺邀请来担任这虎爷出巡的时阵跟叫这样子的角色，一方面认识我们这样子的文化活动、宗教活动，一方面因嘛变成后面传承的一代。过年哦，就是爱为虎爷留咧，咱鹿港虎爷就是主要就是要招财立彩，就是迎财神安尼。庙方表示，正月初五虎爷镇迎财神已经是地方重要的年节活动。虎爷出巡绕境，除了要祈福树财，嘛望透过少年辈的参与，互传统信仰文化会当代代相传。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也那台北出名的财神庙松山下海城隍庙是透早就真侪人排队要参拜，这人阵是排1-2公里远。庙方也专工准备2万份的发财金，互信众来领。出大日头，天气真好，台北市北德路4段排队排真长，一个煞一个拢看无真帮。一路对上山的下海城隍庙，排到上山火车站4块位啊，大家拢真耐心排队，要来到城隍庙来求发财金。晚早去10点，人依然真多。早上你们是几点来排队的？7点半。排这么久，值得吗？1年1次热闹，让阿嬷出来运动运动。来到庙前，信众大家提球来发财金过路。正月初五这天，庙方是依照这个百年习俗举行接财神的开工仪式，也抽出国家的经济签，更加发财的金字舞。庙市方面讲，人最少，一般甲经济景气有互相关系。今年人数可能比往年多了大概30%左右。对，因为一早大概7、8点，可能就已经从这边排到松山火车站了。可能比较有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就去保守；经济活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比较积极的去努力。人真多，大家拢来拜财神求财运。民众讲，其实唔敢想讲要发大财，就是祈求平安顺利。想要再更富贵一点嘛？就是顺利，就是今年财运能够顺顺利利这样。就想说把财库补满，对，然后求新的一年这样事事顺心。比如说什么中乐透啊，还是什么的？就只要满意就好了啦。祈求顺利顺心，杨国民就讲，那真正财神爷有素材，就非常感谢咯。台中早起后，真侪民众趁开工的日子来买彩券，并食手气，总共有买就希望。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17当前是开4亿打造阳光电城，所以因为这发电量歹，放伫遐咧试放。县府5当前争取9亿的经费，甲转型做原住民文创空间，过年当咧试营运。
经过5年整修，这栋位于花莲东大门夜市边仔、趴园真久的阳光电车，总算有新的风貌。白色建筑加上大面积玻璃，感觉真现代。活化了后，会转型成做原住民文创产业娱乐空间。我们当然是以文创的产业为优先嘛，哈。那当然里面我们还有一些食物的部分、礼品的部分，我们都会在这个馆舍当中。那这个地方它未来就是以我们原民的精神为出发点的一个馆舍。北开始要建造的阳光电城，因为太阳能发电效率无好，变做网仔馆。经过官府争取就业经费征收加起，用5年的时间，活化空间搁转型做旁再来圆满馆，以及3楼有12个空间开放招商，吸引不少原民艺术家注意。这边有一些客人一定会来东大门嘛，东大门也许他在这个如果说能够集体去营造一个原民文创的馆的话，其实它会激起一个聚集的效益。也毋过有意愿进驻的艺术家也烦恼，花莲伫去年控诉控商地动了后，观光直落，那做金收馆搁无真调，恐惊会经袂落去。我觉得应该是先从譬如说试营运开始，前面应该就是先让大家把这边活络起来。那如果真的有做起来之后，再去讨论租金的部分。官府强调，帮再来圆满馆唔但会以原民产业文化餐饮为主，边仔也有东大门夜市。也毋过，安尼敢是会当吸引观光客注意，外界也咧观望。花莲的一些文创的产业哦，都叫好不叫座。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逛，但是都空手离开。那因此它会造成进驻的店家，因为没有收入，他就会最后就会离开。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一个有效的创意是很重要。这栋花莲上新的帮再来圆满馆原本并旧历春节进前开幕，也毋过即摆因为招商因素，恐惊会延到3月以后。也毋过官府强调，旧历春节期间也是会当试营运。记者综合报道。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是有在地加泰语，不过2021年西班牙最高法院煞是裁定当地学校上无是要有25派课用西班牙语来上课。这赞成的人是认为讲西班牙语是全国的共同语言，也那反对者是烦恼讲这加泰语会愈来愈少人讲。夜晚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帮，对咱的镜头来去西班牙，探讨这语言对这个所在产生什么影响，对咱台湾有什么款的启示。这是西班牙巴塞隆那的一间中学，也是去教室会当看到老师在上课。写伫黑板的内容差不多拢用加泰语。这款教学的方式为1983年开始，就是加泰隆尼亚学校的日常。Encara que la classe sigui en català i que el material més estrictament educatiu sigui en català, els alumnes evidentment entren en contacte amb el castellà perquè el món de les xarxes socials, d'internet, molts recursos audiovisuals, doncs estan elaborats en castellà. 不过，这套制度这几年开始出现变化。2021年，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加泰隆尼亚的学校至少要有25派的课程要用西班牙语来上课。支持的人认为讲，这是伫咧保障全国使用共同的语言。不过，反对的人烦恼讲，加泰语伫咧校园内底的空间会愈来愈小。Espanya ha estat a través de la prohibició de la llengua catalana, que d'alguna manera ha hagut de sobreviure als atacs de l'estat espanyol. Avui, en democràcia, continua existint aquesta tendència de l'estat espanyol a... 语言的讨论唔係發生喺咧教室內底。每一年9月11是加泰隆尼亞的民族日，迄一天會有濟民眾行去巴塞隆納的街路。對因來講，講什麼款的語言唔係習慣是身份的認同。La independència de Catalunya, la colonització espanyola que estem patint des de 1714. 根据官方的统计，喺巴塞隆纳的市区，真正把加泰语当作主要日常用语的人已经无甲3成。语言要安怎教，敢要保留落来，为校园到街路，加做规个社会当咧面对的问题。记者杨宗巴塞隆纳采访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19度到26度。中部地区19度到26度。南部地区22度到27度。东部地区21度到25度。外岛地区14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